你叫咩名啊？我叫 Luna，幾多歲？今年23歲。結咗婚未啊？我未結婚。想唔想去香港？我想去香港做嘢。好啊，你介紹你自己。好啊，先生弟弟你哋好，我叫 Luna，今年23歲。我未結婚，我喺佛教徒，我是先出國喺兩年。我識講少少廣東話，我學過少少最中國數學史，正解正要正體游水過白手波動。我學過點樣照顧老人家學時，睇公公婆婆開廁所，幫公公婆婆換衫，幫公公婆婆沖涼。我學過點樣照顧細路仔學時，幫佢哋沖涼，同佢哋玩，帶佢哋返學。我學過點樣照顧 BB 學時，為 BB 飲奶，幫 BB 沖涼，幫 BB 換尿片。我創意創物，我學過點樣照顧獨仔盲仔同埋狗。我好想去香港做嘢，因為我好想省到啲錢，我一定會盡力攞實當買定。希望先生大大請我做工，多謝晒，喺香港見，拜拜。